在人生的舞台上，每个人都有无限的可能性，但真正能够掌控命运的人，往往是那些勇于行动、敢于突破的人。许多人怀揣梦想，却迟迟不敢踏出第一步，最终只能站在旁观者的位置，羡慕着那些敢于挑战命运的人。其实，人生的每一步都是选择的结果，当你选择安逸，就已经与成功渐行渐远；当你选择行动，才有可能改变未来。机会一直都存在，世界不曾对任何人关上大门。但问题在于，当机会来临时，你是否有勇气站上舞台？许多人总是习惯在台下观看，评价别人的表现，对成功者指指点点，却从未真正鼓起勇气上台演出。他们害怕失败，害怕成为笑柄，害怕自己不够优秀，于是选择做一个旁观者，让舞台上的光芒与掌声与自己无关。那些真正能够在人生中取得非凡成就的人，从来不是天生的强者，他们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份勇气。他们敢于接受挑战，即使站上舞台的那一刻感到紧张与不安，他们依旧选择迎难而上。他们知道，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从等待中获得的，每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人都曾经在黑暗中摸索、跌倒，然后站起来继续前行。如果你总是害怕站上舞台，那么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化，你都只能是个观众。你可以看到别人成功，看到别人从零开始蜕变，看到别人获得财富与成就，但这一切都与你无关。这世界从不会奖励那些只会观望的人，只有真正走上舞台，敢于展现自己的人，才有资格拥有成功。这个时代，机会比任何时候都多，互联网、电商、自媒体、投资、创业，各种赚钱的方式层出不穷，但为什么依旧有许多人过得平庸？答案很简单，他们没有行动。无论平台再好，如果你只是站在旁边观看，迟迟不敢参与，那么即使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也不会变成你的财富。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普通人因为抓住一个好的平台而实现财富自由，比如一些人透过社群经营、短视频创作，或者利用网络创业，在短短几年内翻身。但这些人的共同点是，他们不仅仅是知道这个机会的存在，而是果断的参与，勇敢尝试，并且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提升。相反的，还有许多人总是抱怨环境，抱怨自己没有机会，但事实是，他们只是缺乏行动的勇气。许多人在面对新的机会时，总是习惯性的怀疑，这真的能赚钱吗？这会不会是骗局？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？正是这些犹豫，让他们一次次错过良机。当他们终于下定决心行动时，却发现市场已经饱和，红利期已过，而那些早一步行动的人早已获得了成功。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不要再用观望的心态面对机会，而是要勇敢地踏出第一步。你可能会失败，可能会遇到困难，但这些都是成长的一部分。真正能够创造财富的人，并不是那些等待完美机会的人，而是那些愿意抓住当下机会、全力以赴的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资源，但如果不敢行动，再好的条件也无法发挥作用。许多人拥有很好的专业能力、人脉资源，甚至有极佳的创业条件，但由于害怕风险，害怕面对未知，最终只能在原地踏步。人生中最残酷的现实就是，你的优势不是天生就会转化为成功，而是需要主动去发挥，去创造价值。成功从来都不是保证，而是一场赌局。那些愿意冒险、敢于突破的人，才有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。而那些害怕失败、害怕尝试的人，则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流逝，最终抱憾终生。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感叹，如果当初我选择创业，现在的我可能已经成功了。如果当初我敢追求梦想，也许我的人生会完全不同。这些如果其实都是对自己胆怯的忏悔。人生不应该充满遗憾，而应该充满挑战和突破。与其在未来后悔当初没有行动，不如现在就开始改变，勇敢地迎接挑战。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讲爱情，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人生态度。许多人面对自己想要的事物时，总是犹豫不决，害怕被拒绝，害怕失败，结果只能看着别人轻松获得，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。无论是爱情、事业还是人生，主动争取，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。勇敢的人，无论在什么领域，都会拥有更多机会，因为他们不怕被拒绝，不怕失败，
他们愿意主动出击，愿意付出行动。而那些总是等待时机成熟的人，往往只能在错过后无奈地叹息。人生并不复杂，成功的关键也很简单，行动。你想要的东西不是靠等待就能得到，而是需要你主动争取。你害怕的东西，只有亲自去面对，才能真正克服。每一个成功的人，都是在无数次尝试与失败中，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。世界上从不缺机会，缺的是行动力。当你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开始参与，开始挑战，开始追求，你会发现，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向你靠近。而那些只会观望、等待的人，最终只能成为人生的旁观者，错过所有的精彩。所以，现在就行动吧，不要再让恐惧成为你的枷锁，勇敢迎接属于你的机会，创造属于你的成功。